匯豐業績爆升60%，股價創年內新高，但背後暗藏嘅隱憂90%股民都睇唔穿。點解業績贏晒市場預期，股價反而高位回落？今日我哋徹底拆解匯豐最新半年報，揭開香港新亞地產暗藏嘅壞賬風險，同恒生整合嘅深層佈局，仲有網傳裁員潮嘅真假真相。呢條片全部乾貨，認真睇完你對匯豐對香港金融樓市嘅認知，即刻提升一個層次。喺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亞太地產行業持續調整嘅大環境之下，國際大型銀行嘅每一份業績報告都暗藏住區域經濟冷暖、行業風險走向同企業戰略部署嘅核心信號。作為紮根香港過百年、佈局全球金融版圖嘅標杆機構，匯豐控股嘅中期業績一直都係資本市場觀察亞太金融業態、地產信貸風險嘅重要窗口，同一般季度財報嘅平淡披露唔同。今次匯豐公佈嘅半年度業績數據，除咗交出大幅超越市場預期嘅盈利表現之外，仲暴露咗佢喺香港新野地毯信貸集團品牌整合、全球人員架構調整三大核心板塊嘅深層變動。呢啲看似零散嘅數據細節，其實串連住匯豐未來數年嘅發展重心同潛藏風險，亦都可以令我哋睇清而家香港新野地毯市場最真實嘅受壓狀況。從核心盈利數據嚟講，匯豐今次半年報嘅增長表現相當亮眼，徹底打消咗市場之前對佢業績增速放緩嘅疑慮。整體半年盈利規模實現倍數級增長，單係第二季嘅盈利增速就達到60%，大幅跑贏各大投行、券商早前出嘅預測數值，超預期嘅業績出爐，亦都令匯豐喺二級市場走出典型嘅利好兌現走勢。喺呢份半年報正式公佈之前，匯豐股價已經提前異動走高，接連創出年內新高，充分反映出資本市場對佢業績復甦嘅提前博弈。但係業績正式落地之後，股價冇延續升勢，反而出現明顯嘅高位回調同震盪整理。呢個走勢絕對唔係基本面出問題，而係市場資金開始聚焦報表表層數據之下嘅隱性風險，亦即係目前限制匯豐估值進一步向上嘅兩大核心疑問：香港商業房地產信貸資產嘅風險處置進度，以及匯豐完成同恒生銀行整合之後集團架構優化人員調整嘅真實落地情況。呢兩大問題亦都係近期港股金融板塊、亞太地產金融領域最多從業人士同投資者熱議嘅核心焦點。想真正讀懂今次匯豐半年報嘅深層價值，一定要跳出單純嘅盈利數據，聚焦佢最核心嘅風險資產板塊。香港商業房地產貸款業務，熟悉香港金融市場嘅朋友都知道，過去幾年香港新亞地產市場經歷咗一輪深度調整，對比住宅市場穩步復甦，寫字樓商鋪、產業運輸等商業物業嘅價格、租金出租率持續受壓，大量房企同商業營運企業面臨現金流緊張、資產估值縮水嘅困境。呢個情況令一眾紮根香港本土嘅銀行都累積咗一定規模嘅新亞地產風險信貸資產。而作為香港市場信貸規模最大嘅外資銀行之一，匯豐自然成為咗市場重點觀察嘅對象。結合匯豐今次披露嘅半年報詳細數據嚟睇，截至報告期末，匯豐香港地區納入風險監測名單嘅新亞地產信貸資產規模維持喺60億美元左右，對上一個報告期大致持平。對比對上一年年末63億美元嘅風險資產規模，小幅回落3億美元。單睇第二季數據，匯豐冇新增任何一宗新亞嘅地毯風險信貸個案。從表面數據嚟睇，風險擴散嘅勢頭似乎已經受控，甚至出現咗邊際企穩嘅跡象。正係基於呢一組看似平穩嘅數據，部分市場觀點同機構分析認為，香港新野地毯嘅系統性信貸風險已經完全出清。匯豐喺呢個板塊嘅風險敞口已經見底，後續唔需要再大額計提風險準備金，業績將會持續收復反彈。但係只要我哋深入拆解報表細分數據同銀行風控邏輯，就會發現呢種樂觀判斷太過片面，亦都為時過早。呢個正係今次匯豐股價利好兌現之後回落嘅核心底層原因。數據看似平穩嘅背後，係風險損失持續擴大嘅真實狀況。匯豐香港新亞地毯信貸嘅預期信用損失準備金由第一季嘅11億美元進一步攀升至13億美元。不但環比上升，仲大幅超越對上一年年末嘅契提水平。呢度就出現咗一個睇落矛盾，實則完全符合金融風控邏輯嘅核心問題。
喺風險資產存量小幅下降、冇新增風險個案嘅情況之下，銀行為何反而加大風險準備金嘅計提力度？呢個正係絕大部分普通投資者睇唔懂財報容易誤判市場風險嘅關鍵位。想理清呢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桑葉銀行信貸風險計提嘅核心規則。銀行處理不良信貸、風險信貸嘅準備金計提，唔係淨係睇自款人有冇違約、有冇逾期壞賬，而係一套動態估值嘅風控體系，主要參考三大維度：抵押物嘅實時市場估值、資產處置嘅周期成本、極端市場環境之下嘅回款概率。簡單講，就算一筆貸款而家冇逾期冇違約，只要佢對應嘅抵押物業市價持續下跌，處置難度不斷增加，未來回款嘅不確定性變大，銀行就必須按照最新嘅市場估值上調風險損失預期，額外計提對應嘅準備金。呢個唔係銀行保守，而係現代商業銀行審慎風控嘅基本要求，亦都係巴塞爾協議體系之下金融機構必須遵守嘅硬性規範。放回匯豐香港興業地產信貸嘅具體場景，而家市場嘅核心矛盾已經由新增風險爆發轉變為存量風險深化。之前市場最擔心嘅係興業地產下行會引爆大批新增壞賬，而家真正嘅壓力係已經存在嘅存量風險資產抵押物持續貶值，資產處置價值不斷縮水。目前香港興業地產市場呈現出極度嘅結構性分化，呢種分化直接決定咗匯豐信貸資產嘅風險等級，亦都徹底改寫咗佢嘅風險計提規模。核心商圈、黃金地段嘅甲級寫字樓、高端商業物業，依靠穩定嘅優質租戶資源，尤其係內地科創企業、跨國機構嘅入駐需求，租金同資產價格韌性十足，市場流動性充足，資產估值基本穩定。呢一部分信貸資產嘅風險極低，但係同核心物業形成強烈對比嘅係香港非核心區域二線商圈嘅商業物業，持續出現估值下修。呢類物業嘅租戶大多係本地中小企、傳統商貿公司、小型投資機構，抗風險能力偏弱。喺經濟復甦放緩、消費市場低迷嘅大環境之下，租戶退租減租、縮減經營面積嘅情況屢見不鮮，直接推高物業空置率，拉低整體租金水平。而物業租金收益下跌，會直接傳導到資產估值層面，令銀行嘅信貸抵押品價值持續縮水。更關鍵嘅係呢啲非核心區域商業物業市場流動性極差，就算銀行啟動資產處置程序，都好難喺合理時間之內以公允價格套現。處置週期變長，處置成本上升，最終回款比例下降，多重負面因素疊加，大幅推高咗銀行嘅潛在信貸損失。匯豐今次第二季新增嘅2億美元興業地產信貸風險計提支出，正係對呢個存量風險持續惡化嘅精準反應。值得留意嘅係，呢筆計提並唔係針對新出現嘅不良貸款，而係對過往已經納入風險監測嘅存量信貸資產重新估值、重新調價之後嘅結果。根據匯豐財務總監嘅官方解讀，集團針對香港興業地產信貸組合完成咗新一輪嘅壓力測試同估值修正，充分納入咗非核心商圈物業持續貶值、市場流動性枯竭、處置週期延長等多重負面場景，因此被動增加咗風險準備金嘅計提規模。以全年維度嚟睇，匯豐預測全年興業地產信貸嘅額外風險計提規模將會達到7億美元。呢個數據足以證明香港興業地產嘅存量風險壓力，未來一段時間仍然會持續拖累匯豐嘅盈利表現。呢度我哋可以延伸一個極具參考價值，但好多機構都未充分定價嘅潛在風險。假設而家匯豐嘅風險計提只係基於當前興業地產嘅下行趨勢做出嘅保守預判。如果未來香港非核心區域商業物業價格出現新一輪加速下跌，或者本地中小企經營壓力持續加劇，引發大規模退租潮，匯豐嘅風險計提規模好大機會進一步上調。相反，如果核心商圈嘅復甦動力可以持續外溢，帶動非核心區域市場企穩回暖，存量風險嘅計提壓力就會逐步緩解。呢種極致分化嘅市場格局，意味住匯豐嘅興業地產風險唔會出現系統性爆雷，但會長期存在，持續侵蝕企業利潤，亦都係未來1-2年匯豐業績必須面對嘅常態化挑戰。除咗興業地產信貸嘅隱性壓力，今次半年報釋放嘅另一大核心信號係匯豐同恒生銀行整合之後，風險處置體系嘅全面升級同集團戰略嘅重新構建。
早前匯豐完成對恒生銀行嘅私有化整合，係近年香港金融行業最大規模嘅整合動作之一，市場一直高度關注。兩大本土頭部銀行完成資產合併、業務重組風險轉移之後，會對匯豐嘅資產負債表、風險處置能力、整體業務佈局造成咩影響？而今次半年報係首次完整披露整合之後嘅資產結構同風險處置細節，徹底解答咗市場多年嘅疑問。根據匯豐管理層嘅官方確認，早前由恒生銀行轉移到匯豐集團嘅高風險信貸組合，核心內容正正就係香港新亞地產相關貸款。呢次資產轉移絕對唔係簡單嘅風險平移，而係匯豐集團層面為咗優化風險處置效率，重構整體資產結構做出嘅戰略性部署。從底層邏輯嚟分析，恒生銀行作為紮根香港嘅區域性銀行，無論係資本規模、風險處置團隊、人手不良資產追收能力，抑或係市場議價能力，都相對有限。面對持續受壓嘅新嘅地產風險資產，處置效率偏低，好容易造成存量風險不斷堆積。反觀匯豐集團作為全球性金融機構，資本儲備更加雄厚，風險處置體系更加成熟，不良資產重就同債務追收嘅專業團隊更加完善，同時擁有更豐富嘅跨境資產處置資源同市場化議價能力。今次資產轉移嘅核心目的係透過集團內部嘅資產重新調配，釋放恒生銀行嘅資產負債表空間，等恒生可以徹底剝離高風險嘅存量地產信貸包袱，將更多資本同資源投放喺零售金融、財富管理、中小企優質信貸等增長性業務之上，同時借住匯豐嘅全球化平台，全面聽證集團整體風險資產嘅處置效率。好多人誤以為資產轉移係銀行隱藏風險粉飾報表，事實恰恰相反。呢個係金融機構整合當中最經典嘅風險集中處置、資源優化配置模式，將分散喺恒生體系之內難以高效處理嘅高風險資產，統一歸集到匯豐專業化嘅特殊資產管理平台，透過標準化風險定價、市場化資產打包出售、專業化債務追收同重組，能夠最大效程度降低資產損失率，加快整體風險出清速度。從今次半年報披露嘅資產規模變化，我哋可以清晰見到整合效果已經逐步落地。匯豐香港新嘅地產貸款嘅整體規模，由之前嘅306億美元大幅回落至人民幣93億美元，規模大幅收縮，直觀反映出集團主動收縮高風險賽道、加速風險出清嘅戰略態度。一方面，匯豐主動暫停咗部分非核心區域新有地產嘅新增授信，嚴格把控新增風險；另一方面，依託整合之後嘅專業化處置團隊，此處退整存量不良資產，現金回收抵押資產出售，信貸債務重組，快速壓縮風險資產總體量。呢度可以結合香港金融市場過往嘅整合案例，做深度對比參考。香港本地過往多次銀行同業整合風險資產劃轉個案都證明，將高風險資產歸集到集團核心平台統一處置，能夠有效提升風險出清效率。數據顯示，香港本地多家銀行完成同類資產整合之後，不良資產處置週期平均縮短30%以上，資產整體回收率提升15%左右。按照呢個行業規律嚟推算，匯豐今次嘅資產整合動作好大機會喺未來2個季度持續釋放成效，存量星野地產風險嘅處置速度會不斷加快，資產檢值契提嘅壓力亦都會逐步減弱。但我哋都必須客觀看待當中嘅潛在隱患，提出一個貼合當前市場實況嘅全新假設。現階段所有轉移完成嘅風險資產，最終嘅風險承擔主體依然係匯豐集團股東，資產只係完成咗管理主體嘅轉移，並未真正實現風險出清。只有當呢啲存量風險資產成功完成現金回收、抵押資產順利出售、債務重組落地，或者打包轉讓俾第三方機構，先至可以真正釋放資本、化解風險。如果未來香港星亞地產市場持續低迷，資產處置進度未達預期，呢啲集中歸集嘅風險資產反而會因為規模集中，為匯豐短期業績帶嚟更加集中嘅壓力。呢個係所有投資者必須長期跟蹤嘅核心風險點。除咗資產風險同業務整合之外，市場一直熱烈討論嘅匯豐人員架構調整、裁員優化問題，喺今次半年報當中，終於有咗完整清晰嘅標準答案，徹底破除咗市場各類不實傳言。早前市場一直流傳，匯豐完成恒生整合之後，會開啟大規模全面裁員，收縮香港本土業務。
甚至有言論認為匯豐會縮減香港團隊，將發展重心轉移海外。但今次披露嘅詳細人員數據展現出完全唔同嘅調整邏輯。匯豐嘅人員優化係結構性差異化調整，絕對唔係一刀切式嘅全面裁員。核心思路係全球業務瘦身，本土核心擴容，低效團隊精簡。從整體人員規模嚟睇，匯豐集團全球員工數量由年末嘅20.87萬人回落至20.61萬人，整體縮減大約6500人，人員調整幅度相當溫和。完全冇市場傳言嘅大規模裁員潮，但係細分業務板塊同區域結構差異化調整嘅特徵就非常明顯。從業務板塊嚟講，財富管理板塊係今次人員優化嘅核心領域，團隊人數縮減接近6000人，跌幅達到8.5%，係所有業務當中調整力度最大嘅板塊。呢個調整絕對唔代表匯豐放棄財富管理業務，而係針對全球財富市場格局變化做出嘅精準優化。近年全球資本市場大幅波動，海外財富管理業務盈利受壓，中小客戶財富管理業務性價比持續走低，因此匯豐針對性精簡海外低效、盈利能力薄弱嘅財富管理團隊，剝離冗餘人員，壓縮整體運營成本。而從區域結構嚟睇，最超出市場預期嘅就係香港本土業務嘅人員變動。喺全球團隊整體收縮嘅大背景之下，匯豐香港區域員工規模反而逆勢增長。新增3600個崗位，足以證明匯豐紮根香港本土加碼亞太核心業務嘅戰略重心從未改變。呢組數據亦都直接闢謠咗匯豐撤離香港收縮本土業務嘅市場謠言。根據管理層官方解讀，今次人員架構調整嘅核心邏輯係借住匯豐同恒生整合嘅契機，完成兩大品牌後勤體系、中後台職能嘅深度綜合，透過整合重疊崗位，優化人員配置，精簡冗餘職能，實現降本增效、提質提效嘅最終目標。具體嚟講，以前匯豐同恒生各自擁有獨立嘅後勤運營、風控合規、行政資源技術運維體系，大量崗位職能重疊，資源嚴重浪費。今次整合完成之後，兩間銀行嘅中後台團隊統一合併、統一管理，由原恒生核心管理層融入匯豐管理體系，統籌整體日常運營。呢種整合模式之下，大量重疊嘅中後台崗位被合理精簡。因此出現咗全球人員整體收縮嘅現象，但前線業務、香港本土核心業務、對公信貸、零售服務等核心團隊不但冇縮減，反而持續擴招、擴充團隊實力，適配整合之後更大嘅業務規模同市場需求。好多金融從業人士都會有疑問：兩間銀行整合之後，點解唔直接大規模裁員，反而採用結構性優化嘅方式？核心原因就係金融行業嘅特殊性，銀行嘅核心競爭力源自團隊經驗、客戶資源同市場口碑，尤其係香港本土金融市場深耕多年嘅本地團隊，擁有成熟嘅客戶網絡、地道嘅服務經驗同完善嘅合規運營能力。如果盲目大規模裁員，只會直接導致客戶流失、業務斷層、服務質量下滑，最終得不償失。所以匯豐嘅整合策略相當穩健，只精簡低效重疊、非核心嘅中後台人員，保留並且擴充前線核心業務團隊，喺控制運營成本嘅同時，最大限度保障業務嘅穩定性同成長性。與此同時，我哋可以基於當前格局，對匯豐未來嘅人員調整趨勢做出合理預判。未來匯豐嘅人員優化會持續貫徹全球化瘦身、本土化深耕嘅核心邏輯，持續壓縮歐美市場低效業務團隊，精簡非核心業務人員，將更多人力資本資源傾瀉到香港、內地等亞太核心增長市場。財富管理、海外投行等受壓板塊嘅人員優化會此處推進，但香港對公信貸、商業服務、跨境金融、零售銀行等核心業務板塊會持續保持人員穩定，甚至小幅擴張。呢一套結構性調整邏輯將會長期支撐匯豐嘅亞太業務佈局同長遠發展。綜合今次匯豐半年報披露嘅所有細節，我哋可以全面復盤匯豐當前嘅經營現狀同未來發展走勢。從業績層面嚟睇，匯豐盈利復甦趨勢明確，超預期嘅增長數據證明佢核心主營業務盈利能力相當穩健。全球零售銀行、企業金融、跨境業務嘅基本盤冇受到市場波動嘅明顯衝擊，整體經營韌性十足。從風險層面嚟睇，香港星野地毯信貸嘅系統性風險已經基本可控，冇新增不良個案，風險資產規模小幅回落，代表最惡劣嘅風險爆發階段已經過去。
但存量資產嘅估值下行壓力仍然存在，短期仲會持續產生檢視計提，對業績造成小幅拖累，整體呈現出無系統性風險、有結構性壓力嘅清晰格局。從戰略整合層面嚟睇，匯豐同恒生整合嘅協同價值正在持續釋放。透過高風險資產集中處置、業務資源重新配置、中後台體系全面優化集團嘅整體運營效率、風險處置能力、資本利用效率都得到大浮請。今次整合絕對唔係簡單嘅規模疊加，而係匯豐重構香港業務生態、優化資產結構、聚焦優質賽道嘅關鍵戰略佈局。長遠嚟睇，能夠幫助匯豐逐步剝離低效風險資產，聚焦高增長核心業務，打開長期盈利空間。而市場最關注嘅人員調整問題，亦都徹底落地明朗化，結構性優化嘅模式，兼顧咗成本控制同業務穩定，徹底打消咗市場對匯豐撤離香港大規模裁員嘅負面預期。捉而家嘅市場節點，匯豐嘅投資價值同發展潛力已經出現明顯嘅邊際改善。短期角度嚟睇，深夜地產存量風險持續出清，減值計提壓力逐步緩解，將會推動業績持續修復，帶動估值穩步上行。中長期角度嚟睇，依託香港核心市場嘅深度佈局，恒生整合嘅協同效應持續釋放，全球業務瘦身提質，匯豐嘅整體盈利能力同抗風險能力會不斷提升。喺亞太跨境金融、粵港澳大灣區蒸龍火號賽道之上，會持續守住核心優勢地位。對比其他深陷地產信貸風險、業務架構臃腫嘅外資銀行，匯豐透過主動風險處置、戰略調整、架構優化，已經率先走出行業調整周期，迎來業績同估值嘅雙重收復窗口。其實透過匯豐今次呢份半年報，我哋唔單止可以睇懂一間國際銀行嘅經營變局，更可以窺見成個香港金融市場、深夜地產市場嘅真實復甦節奏。香港住宅市場穩步回暖，核心商業物業韌性復甦，證明本地經濟嘅復甦動力仍然充足，而非核心升壓地毯嘅持續調整，只係市場風險出清嘅必經階段。金融機構嘅風險契提、資產處置、戰略轉型，本質上都係對市場變化嘅主動適配。而匯豐嘅調整案例，亦都為整個亞太金融行業嘅風險管控、同業整合、戰略升級提供咗極具參考價值嘅範本。好多普通投資者睇財報，只會一味盯住營收淨利潤呢啲表面數據，忽略咗資產結構、風險契提架構、調整呢啲隱性核心細節。但恰恰係呢啲唔起眼嘅細節，決定咗一間金融企業嘅長期發展上限同估值空間。匯豐今次呢份業績報告，表面睇係簡單嘅盈利大增，實質上係一場深層次嘅風險出清、架構重構同戰略升級，當中隱藏住市場機遇同潛在風險，絕對值得每一位關注港股金融、亞太地產金融賽道嘅朋友深入研究、長期跟蹤。呢條片同大家拆解咗超多匯豐半年報嘅獨家深層邏輯。如果覺得呢啲乾貨對你分析港股、睇樓市金融趨勢有幫助，即刻點讚訂閱我嘅頻道，開埋小鈴鐺，唔好錯過後續深度分析。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傾偈，講講你覺得匯豐嘅深夜地產風險會唔會喺年內徹底出清？恒生整合嘅協同效應可唔可以持續超預期？我會持續追蹤匯豐最新業務動態、香港金融樓市最新變化，持續輸出接地氣、夠深度嘅財經乾貨，帶我哋一齊精準把握市場節奏。